中天新闻台电视频道伫咧昨行入历史，今日开始拢改做是网络播送。不过网络经营的收入敢通有够应过中天伫咧做电视的成本呢？而且网络频道的内容设计也有收看的族群拢有争差，这也是未来中天就要面对的新挑战。 请立刻订阅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。经营26档的中天招牌求创新，对电视刷来网络24点钟直播。3年3万的粉丝正在上线，好，记得呢跟我说早安的刷一排加1好。主播伫线顶继续放送中天新闻，而且参网友来互动。那对网络平台的主文人数来看，12号早起就要到190万人，观看的人数嘛有3至4万。比对其他新闻台，会使讲真侪人咧关注。不过这款声头，若继续照过去的模式这部新闻，通维持偌久。单纯的中天新闻这样子的内容，完全平移到 YouTube 上面了之后，是不是能够吸纳这么多人？如果你回到内容这件事情，你是不是有足够差异化，愿意大家用付费订阅你的方法去支持你，而不会只单纯的靠广告这件事？目前在台湾，看起来做得很成功。 还是很少嘛。大数据公司的营运长林慧珍讲，中天新闻敢若只有因过方式做内容，要行久确实是挑战。掠准佮用其他网络新闻业者的经验，可比 ETtoday 也是 UDN， 敢是会当市出路。如何去充分整合它的现有的网络资源，来维持一个它至少能够打平跟运作模式？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中天可以去参考其他小的自己牌的。 经验来思考看看。那照学者的分析，中天转战网络，对内容原本的目标族群感受会调，以后的核心价值会是啥，拢是连面就爱思考甲面对的考验。记者陈雅文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